这时时间已经到，请走吧。因为耶和华上帝是日头，是金牌；耶和华赏赐恩惠甲阳光。伊袂捌留一项好米，无互遐个行正直的人。万军的耶和华，倚靠你的人有福气。咱三甲来吟诗，圣诗第7首，行伫山林，小路吟诗学路，请起立。请咱游园徛地，用主教示咱的祈祷文，三甲来祈祷。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面亲像伫天里。阮的一息明日互阮，赦免阮的错误，亲像阮也赦免误互阮的人。无你带阮入死地，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请咱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
信徒的相通，做下面肉体高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这是咱三角的启应。今早起咱要启应的是启应文24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24篇，伫诗篇100篇。咱三角来启应。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面前。伊创造咱，咱属伊。着用感谢进入伊圣殿的门。着感谢伊，称赞伊的名。伊的慈爱永远存在。咱三个来祈祷。创造天地万物的大主宰，永远的爸，阮感谢你。伫安息日，你为阮备办好的天气，互羡慕爱得到你的救恩的正兄弟姊妹，通聚集来到你的圣殿。阮要三甲伫遮敬拜学了你，求你赐阮清气的心、正直的灵，无互私欲阻挡阮认捌你的旨意，也无互软正阻止阮顺服你的道理。求你的大权能时时保守照顾阮。大是阮的主，今仔日你有差遣阮教会出身的吴中伦牧师来到阮的中间，要传扬你话命的美娘。求你甲吴牧师同在，赐伊大气力，引带阮众兄弟姊妹看见你的救恩，伫你内面得到真正的平安甲永远的活命。求你即时甲阮同在，照你的信息赐福伫阮今仔日的聚会甲众兄弟姊妹的身上。大人民的主，对去年尾一直到最近，阮台湾雨水无够，地区部分地区农业的种植甲收成受到冲击。中南部也因为天气干燥，发生森林火灾。另外，伫中东的战争，地区石油起价，天然瓦斯供应不足的情形。阮的生活渐渐受到影响。求主怜悯阮，听阮忏悔祈祷的声，互阮会当紧紧脱离惊吓，得到安慰。常时，阮也要恳求你教示阮，互阮真心悔改认罪，认捌你的真理，用公义、仁爱三款态、三扶持、三体贴，造就人、利益人、治愈人甲人的和平，维护社会国家的和平，佮促进国甲国的和平。透过这个来荣耀主你的圣名。全能慈悲的上帝，阮也要恳求你怜悯，安慰阮所敬听的乌兰长老的家族，甲因弟弟，拭去因的目屎，佮做因家庭的主宰。常时，阮也要为着阮久长行动不便，袂当来到教会，甲阮三甲敬拜，学了你的兄弟姊妹祈祷，求主你用大权能医治因，安慰因，互因的治疗甲复健得到功效。心灵也会当得到平安甲喜乐。大是阮的主，阮也要恳求你祝福阮今早起的礼拜，以及今仔日阮教会所有的聚会甲各团契的事工活动。求主甲阮食，也求你平平赐福伫今仔日，无法度来到你的圣殿，甲阮伫遮三甲聚会，学了你的兄弟姊妹，以及阮四散伫海外外的亲人甲会友。求主你做因的大牧者，保守因，因带因，平平享受因平安。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接下咱要来赞美，今早起要引带咱
赞美做礼拜的是咱的本堂的少年团契，因为唱的诗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咱真感谢少年团契今早去引带咱所做的赞美，这首是大家拢真熟的诗歌。接续咱三角来恭听上帝的话。今早起，咱要三角来看是记载伫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第5章17节到18节，伫台语汉字本
206面，台语汉字本206面，咱三角来看。所以人若踮伫基督，就是做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呾拢变成新的。各万项事拢是出自上帝。伊对基督互咱甲伊复合，也将即个劝人甲上帝复合的即份互阮。以上，接续咱要请咱本堂出身的吴中伦牧师来甲咱讲道。今早起伊要甲咱讲的题目是死去活来为人生。咱请吴牧师。咱搁一遍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今仔日是阮的正经日，礼拜日搁一遍来到你的圣殿。过去一礼拜已经过去，主，阮知影每一个礼拜伫即个所在，主你拢听候阮。这个时阵，恳求主你圣神对天降落，特别做迄个安慰、扶持、鼓励的工作，互阮今仔日讲的、听的拢特别得到稳定。安尼祈祷感恩，奉主要说明来求，阿免。弟兄兄姐，大家平安。今仔日吼，徛伫遮我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吼，因为大家知影我是这个中央长老上细汉的迄个小弟啦吼。40年前就是1985年吼，我会记得6月30，我为南门斗会吼飞去洛杉矶吼。时间逼一个过40年吼。迄阵我嘛是唱信乐队吼。这首我嘛捌唱过吼。今仔日听到咱少年团会当唱这首《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有真深的感受。今年有一个特别的年，实在我今年是代表这个全世界台北教会拢总120间，伫桃园开一个会。我本来开会了，我就转去吼。结果我有一个计划，看下再甲恁讲这个计划啦吼。我就加留差不多3礼拜。本来甲我的哥哥讲好我想我今仔日啦吼，就是3月从后尾迄天，我迄天早起来做礼拜，用来过年期吼。我哥讲无啦，你转来就爱讲道啦吼。无我本来应该是坐伫后壁的吼。我相信有上帝热美吼，甲准备吼。毋过我首先吼，今仔日看到在座吼，真侪人吼，看到进来吼，迄个熟悉我今年66岁吼，熟悉我60年的吼，有50年的，有40年，有30年的。请问吼。你这世人第一遍看到我的人摇手一下，从来没有看过我的举手一下，也没有听过我大名的我3楼大家拢捌我就对了捌我无捌我无要紧恁出来会当困，恁这10几个一定爱好好听因为这篇讲道可能是你人生上要紧的一篇。是安怎呢？这有讲到我一个真特别的经历啦今仔日这个题目华语有做死去活来咱学部长有够翻死倒去活过来我嘛唔知要怎翻来看这个人生第二咱来看一个圣经站这个圣经站我相信在座基督徒那伫教会久恁一定拢真熟我搁简单读一下所以人啦，踮伫基督就是新创造的，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装变最新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我相信恁在背圣，恁在洗礼时一定爱背的我唔知影咱大牧师叫人背这个是一定爱背的。安怎？你洗礼信主一天，你过去你的这个所谓的老我旧的我讲，使咱啦，为今仔日开始，耶稣基督活在咱的身躯。所以这个圣经节非常要紧非常要紧所以人啊，踮伫基督内底，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装变最新的。咱每一个基督徒，每一天早起起来又是新的一天。上帝搁24点钟赏赐予你，咱都要存一个欢喜感恩的心来做所有代志，来做礼拜。安尼你有阿门无？像甲你讲，你倒落一定会起来。我看到几个人倒落怎无好起来呢？每一天起来，就是表示上帝要有任务伫你的身上。什么任务呢？这个18节真侪人拢未去读，也是讲无咧注意我来读一个
位头六头，安尼较煞拍啦吼。所以人若住伫基督内底，就是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总变做新的。各万项事拢是出自上帝，伊对基督，互咱甲伊复合啦吼，shalom吼复合吼，啊，佮将这个劝人甲上帝复合的这份赏赐互咱，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将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吼，这个和好你敢若会记吼？和好伫圣经内面真要紧吼，shalom吼，佮将劝人甲上帝和好的这份赏赐互啥？互咱，啊，你甲边仔来讲，啊嘛互你，甲讲者，啊嘛互你，嘛是互你呢。你在座若是基督徒，恁人生毋是干那成做一个新造的人，啊，就等去天堂。No， 你一个真要紧的任务，你要做一个复合，还是讲和好的工作，伫你人生吼。所以我今仔日讲到新造的人啊，甲复合吼，这两个重点吼。啊，讲到这个重点，要看一个故事啦吼。我2024年12月15，迄阵啊，我为美国飞转来，本来是干那要来两礼拜吼，啊，甚至我都来南门教会吼，因为迄个时间要拼转去处理一寡代志吼。过圣诞节吼，我12月15伫即个台北教会吼，我伫遐吼讲一篇道吼，甲因勉励吼，勉励了吼，12月15了12月我会记拜三吼，迄个是礼拜日，拜三17吼，18吼，我迄暗吼透早吼，歹势伊讲，拢叫我莫讲伊名，小讲者，迄个我住伫迄个周明宪因兜，因为伊足天才吼，因为伊台东伊足久毋捌去佚佗吼，讲无爱小地一下吼。该买2张票，透早就要去吼。结果迄下晡去住因兜吼，甲大家讲一个详情。顶摆我拢想讲我袂破病啊，我身体算袂歹吼，真罕咧破病。毋过我迄边吼去因兜的时候，我去就讲，就是敢若一个物件要吐出来吼，佫一直流汗，佫身躯会痛。奇怪，这身躯我好哪会痛？少你若后边拄着人吼，一直。扫迄型诶吼，佫一直流汗，面安尼白顺顺吼，讲话吼，你都要注意。叫明显讲，无啦，阮迄个南昌街有间迄个耳鼻喉科吼，你即个扫法吼，你去人哪会惊着？即个台湾大家拢戴口罩吼，你毋通安尼，好去。检查吼，我会记伊甲马上吼用迄个筛管吼，甚至甲做一个检验吼，迄个医生真严肃甲我讲，吴先生。我没有办法帮助你，请你现在马上去医院。听一个踹一个讲，妈就免，我好谢谢，我就转去。我明天我忝啊，我转来困一下。讲无啦，都爱去啦。我讲无啦，我就毋捌咧看病，我就毋捌咧去病院。伊讲去啦，所以伊就勉强甲安尼甲我陪我去结果安怎呢？一去，你毋捌迄个圣诞节前夕捌去迄个。迄个急诊室，一个敢若南门市场咧赶年菜咧，哇，钱甲安尼，哇，大家钱甲，我一去哦，医生讲叫什么名字？有没有健保卡？没有。有没有身份证？没有。好，你他有什么问题？讲那个转诊，伊讲好你倒咧，然后我倒去啊，我佫甲迄个医生拢无人甲我看，到尾迄个人来，一个医生来甲我看，我讲我你讲吼，我明仔早起回家，你甲我注一下，我就要走。医生讲好，你莫讲话。甲做一下，做者我就不去。起来以后吼，听到迄个声音，身躯足痛，安尼哔哔哔嘟嘟嘟，这是什么所在啊？我身躯哪变这身躯？嘴巴有一个插管啊，我想足痛，我要甲拔掉，我拔掉咧，我是讲这是什么所在啊？爱病呢？我就开始烦恼啊呢。我顾迄个护士小姐就来我讲，这是哪里啊？马街医院 ICU， 马街医院。我咧病呢，我完全无心理准备。我这世人迄个手机眼镜不离手，拢无。我才规个人戆去。当我咧戆的时候，突然一个音乐。
哒啦哒啦哒啦哒，马街医院看病时间，吼，我就入来吼，啊，这个人入来，这个人就是我的哥哥吼，哦，啊，就甲迄个医生讲，哦，安怎，啊，我讲过讲，因为我拢太屌，我就吓回讲，我跟人家约在台东火车站吼，啊，你叫阿宪进来甲我载去安尼吼，我讲，是的，迄已经是3天以前的代志啊，你已经伫遮昏迷3天了。哦，我怎么戆去呢？我讲安那会变啊呢？啊，迄个过程真复杂，我就无咧讲啊。结果我倒伫遐拢总倒31天啊。哦啊，咳嗽一个倒31天，哪有即个代志吼？我长话短说，我就无讲吼。啊，这个就是我迄阵啊吼，迄个病危通知书，一世人捌看到吼。病危通知书吼，病患几月几号生吼啊？迄个家属胡宗阳。啊，我到尾我才知影，结果迄个医生问迄个病人讲：“你是他什么人？”他说：“朋友。”是家人吗？不是，叫家人马上来。叫学长咯，紧拼来。啊，我签名一再当甲我插管了对啦，因为真危险。我到尾才知影吼，我本来唔知影，咱的人的戏吼，我们的浪吼，我想讲是敢若鸡龟仔咧，还是讲敢若海绵。啊，结果当吼，迄个积水以后吼，伊一个敢若变迄个砖仔角咧。砖头一样会变硬诶，会变大诶。啊，咱的心脏是安尼嘣嘣嘣，啊，敢若一个砖头吼，从伫你的心脏顶头。啊，所以你喘气，你再安尼啦，因为迄个肺活量无，啊，氧气不够吼，啊你哦，真侪代志一直，啊若无以后好，伊就变做迄个心脏衰竭。哦，啊，简单讲，这个细节我就无讲啊，我迄阵也是即型的啦。毛顺牛来甲翕一张即型的，我袂使看我家己，我讲吼，甲翕一张，你真正变安尼，你知影无？我看一个，我往那带一个，我拢总收到3张，迄是第1张啦，吼。啊，长话短说，结果我的哥哥就紧敲电话互我的毛顺牛，吼。啊，12月24号，啊，我过去迄天圣诞节，吼，啊，大家踮遐行来行去，啊，搁有迄个。乐幕部过来唱《平安夜》，听到足感动的吼。啊，不过迄暗吼，我的天使来啊吼。你12月24号吼，啊过去我一世人12月24号拢咧主礼礼拜吼，拢咧讲道吼，第一遍倒伫遐，啊目睭一开开，吼，我的安那达来啊吼，我说你小徛起一个，有人可能毋捌吼，小。爱一来讲，当然，啊，你有较好无？讲，我毋知影伊吼为头笑头笑面，毋知咧欢喜啥。我讲你敢着遮欢喜吼？伊讲医生来讲无啥物问题啦，无啥物问题。啊，你若有兴趣，看下是安怎为头到尾拢遮欢喜，看下再请伊讲吼。诚倒的是吼 ，anyway， 伊真有信心吼，啊，就伫遐位，毋过干若半点钟伊都爱走啊，半点钟吼，啊个哒啦哒啦哒啦哒。在5分钟，家属请准备离开。半点钟安尼吼，啊，倒伫遐第一遍有真深的感受吼，因为我一生拢真无用，啊，这个到尾吼，迄个呼吸器摕掉啊吼，无搁插管啊吼，哦，啊，拜你较便宜吼，不要插管就不要插管，有够艰苦的，迄插管了拢规个拢袂讲话呢，我毋知影艰苦，袂讲话拢用写的，无声，无声。足艰苦，啊，像我即落教话吼，足痛苦的吼。啊，无手机，啊，袂当带目镜，吼，我真毋知影人生原来遮痛苦吼。啊，我要讲的是啥吼？啊，加菜吼，迄阵啊吼，我的哥哥吼，啊，搁在座有几若位吼，有去看我吼，包括即个吼，可能你看到伊的相片，啊，甲叶医师吼，甲蔡院长吼，感谢恁来甲我安慰吼。啊，我要讲的是啥呢？就是讲，我的一生毋捌经过这代志吼。啊，到尾吼，我小报告一下吼。左边这个是咱正常人的肺啦，应该是乌色的。啊，一条一条，迄是你的迄个骨头。啊 ，X 光翕起来应该是这型的。啊，我变做正边的，翕起来逐张吼拢是白吼，包括讲有说白肺啦，吼白肺。啊，我若无变做左边那个样子吼，你就袂当出院啦。简单讲吼，
我就是这两个安尼，一直一丝仔一丝仔细节吼，你若有兴趣再先告蔡院长还是叶医师我底下上了一课我本来对我的肺都不了解，原来咱的肺、咱的心脏这么要紧我都无讲啊。我简单讲就是，我有一个真厉害的病毒入去我的肺，打了5种抗生素都无效结果我的迄个左肺的下方心脏附近有一个囊肿，敢若一粒，因讲敢若一个迄个螺卵，无乒乓较大粒，病毒怎么闭喺乒乓内底？你什么药打下去都没有用，迄个我的主治医生就毅然决然就开刀，又住进病房用迄个达文西手安尼入去，将迄个乒乓球弄个破咻就吸出来。我提着那个尿袋甲迄个，肺安尼行不能讲安尼这个是一个真特别的过程当然做手术定定去 ICU 去讲探访真有机会。第一遍家己倒伫遐倒30几天搁一个大手术我这世人毋捌入去病院住遐久因为住了伤久迄到尾这是我离开加护病房到恢复病房。第一遍会当坐起来，脚会当落地，迄个感受足强的结果我要去诊所要行，我袂使，叫因导因导做4支骹啦安尼。我顶摆是篮球校队呢，我来变呢，我才第一遍了解原来人会当这么痛苦，这么 helpless， 这么无助。人袂叮当是足艰苦的，歹势讲噼噼噗噗，我都控制你都袂有很狼狈啦，很狼狈这个是真深的感受所以我第一遍家己一个人行到迄个马街病院去中山北路安尼看落，哇，看到人来人往车大家恁咧无用啥，感受很深因为拢 ICU 内面拢无窗嘛第一遍。我讲这声我可能有救底下病房连恢复室总共42天42天到尾迄个护理长跟我开玩笑讲，吴牧师，请问你以后要住在这里吗无人住遮久的啦。所以当然迄40几天有真侪感受这肯定就是我要讲的重点我拢总在台湾本来15天变52天2月7日回去到美国回去的时人生第一遍坐轮椅请问是胡先生吗？请上来哇，这个人外口塞足紧的甲我塞电梯安尼本来拢排足紧的无算足欢喜的，缀我头前安尼一直去，整架737飞机我第一个去，我想讲我是赖清德的歹势第一个去。不过你免欢喜，我上尾一个落来最好不要坐轮椅最后一个下来蛮狼狈的不过我回去美国的时，2月1号晚上，2月2号这个新闻我真 shock。这个人有的人可能捌，叫做大 S 啦，伊到报纸连续一礼拜拢咧报伊在日本安怎上病院伊的病症我想他印象真深，因为伊的病症跟我一模一样。急性肺炎转心脏衰竭败血症，不过伊活4天，我活40，上帝给我经过。因为大家拢咧报道啦，伊剩200亿，剩2个查某囝，42岁，所以迄个印象我足深的。所以我真正变做了专家应该叫人去病院应该创啥，甘早你都要去做唔通铁去不要自找麻烦应该健检你都要去，应该做的事你都要做，我真系偌乖咧。上帝保护咱一个生命，你唔知影当时，圣经讲如同朝露，如同一朵花，早起来暗时就冷去风吹风去，人生就无去传道书提醒咱：生有时，死有时；斗阵有时，散有时；忧愁有时，欢喜有时；唱歌有时，忧愁有时。
生有时，死有伊的时，吼，咱大家拢真了解吼。我感触真深啦吼，因为我转去爱复健吼，因为袂当行路，我举拐啊举几若礼拜吼，啊，搁慢慢啊训练吼，啊，毋过上帝稳定啦吼，我真正是会当每工拍网球拍半点钟拍到流汗，安尼有够无？上帝稳定啦吼，啊，拢总减15公斤，真正搁大个起来啊吼。啊，我转去家庭医生说，吴牧师，减肥方法很多，这一种最不好啊，唔通用这步的吼，唔通去住院啦。啊，今日重点我干那3个吼，就是我有真深的感受吼，就是三点啦吼。第一点，你敢若经过死亡的山谷，你搁活起来；第二，咱人生的生命气息实在是非常的低。第三，就是你人在痛苦的时，你身躯边真需要有一寡会当帮助你、疼你的人吼。这是人生真要紧的代志。我对这3方面吼，这个逐工吼，这个去甲看这个人吼，歹势讲伊的名，有的人可能捌啦吼。伊答案，因为伊是医生啦，伊是马街医生吼。伊答案吼，下班以前拢来甲我看我的片子。伊敢袂使去共凊彩看，我嘛毋知吼。啊，看伊就讲，胡牧师阿伦，伊拢叫我胡哥啦吼。伊阵我青年团契会长，我做业副导，伊拢叫我胡哥吼。今仔嘛一个朋友做胡哥啊，毋是哦，用胡哥，你不要担心，有进步，没有什么问题。吼，讲一个我心怎安静啦，你吼。啊，搁一个吼，搁有一个迄个叶医师吼，副院长吼，哇，逐工嘛来甲我看咧。吼，早起也来，暗时也来，人拢还袂来，伊就先来啊！我就甲我解说吼，哇，讲甲安尼吼。啊，一工吼，有一工吼，我迄工感觉心足烦的吼，哇，规阵穿白衫医生吼，缀一个人，哇，入来，前蔡院长来了哈，蔡正和院长，哦，边啊，我看一下，庄伦，我跟你讲吼。你安心，我拢交代好啊。吼，讲一个我怎透懂哦。所以大家吼，第一吼，你交朋友一定要交医生，安尼你有了解无？哈，吼，人医生一句话当人10句话啦。人因讲一句来吼，所以吼，个蔡院长吼，因为准备我日本讲一个吼，我大家拢徛起来呢。哇，这是吼，我才了歹势安尼吼。我真感谢啦吼，就是讲有人特别关心我吼。伫教会，我相信在座吼，咱有几若位马街医生吼，从细汉吼，这个牧家甲担吼，拢得到因照顾。这边我特别深刻啦吼。讲的3个重点就是第一，叫做死亡真正恐惧吼。讲实我一生我大部分拢不只好担吼，我也真少破病吼。毋过我倒伫咧迄个 ICU， 因为倒真侪工吼，逐工迄 ICU 就是本来是2个一个吼拢会为我头前过，有时暗时拢啊呜，我目刺起来，车入来，规身躯废的，吼，是医生来足紧张的，有时暗时都突然一堆动起啊，了大概凹肚肚，有人踮遐哭，安怎？迄个人救无起来。我有一个真深的感觉吼，迄讲，因每一遍入来时吼，真侪人面色吼，拢变作黄的啦，这个黄。这个地板这个颜色再黄一点，当人的脸色变黄，迄个你的表情会改变的，吼。若迄个你若黄的无好势，伊就变白，就变乌的啊。若救起来，伊就黄的，搁变吼肉色的安尼吼。有一边有一个人杀过吼，看我一眼，哇，印象很深刻，很绝望的眼神啊，感觉讲哇，原来人生真正吼。有这个危险性吼，这个人吼，经过这个代志吼，我有这个真深的感受。讲实在，我一生不只好担吼，毋过伫咧迄个时阵，我真正会惊，尤其是前1个礼拜，因为身躯足痛，嘛毋知会变安怎。迄阵阮哥哥是来半点钟尔，牧师娘嘛来半点钟尔吼，等吼，所以我一片惶然吼。毋过有时迄个半暝搁入来吼，我真正看到了会紧张，正经的。我毋知我一生会安尼心寒啊！我若伊无好，我毋着安尼出去吼。
第二要讲到咱上帝敬字吼，会敬拜吼。我要讲一点吼，我请问你吼，当你心肝真惊吓，我拢手机手表啊吼，我身躯边永远拢有一个好人。有一天你若剩你一个人，你倒伫 ICU 的时，你心足惊吓、足烦恼的时，请问你要创啥？这内行的。有些祈祷嘛无效呢，祈祷都无较好啊。应该来唔来，无应该来拢来，毋是啦吼。有些祈祷嘛无效呢。剩你一个人要创啥？我甲恁讲哦，我细汉的时候，今仔日咱的少年堂嘅唱了就好。不过一点吼，我要给你一个建议。我迄个时代吼，阮徛台仔顶吼，若唱这首诗是袂当看谱的。无你问何老师，无你问李橘子老师，袂使看谱的。所以我今日要给您表演一个。请少年看我这里哈。最好朋友就是不可以看谱哦，预备来。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做阵来。万事拢通对伊讨，心肝常常失落平安，道道看路艰苦事，这是对咱袂有信心，袂有放心交托主。甲因拍扑啊一个。阮迄个时代唱这首是袂使看谱的，用背的。我请问你，你若 ICU 也无目镜，也无手机，你要怎唱？迄个老师，咱后边用背会使袂？无下摆因若住院，毋是啦。我意思讲有一寡诗歌伊会真正会改变你。你知我的意思无？这拢是我。从细汉，踮咧南门教会安尼，主日学老师一个一个叠起来。最好朋友就是耶稣，担当罪过甲烦恼，心肝失，我拢一首一首背呢。我若出去断线无人咧看谱的，来不及啦，袂赴啊。你要唱什么歌？自己都看。老师在和我背吼，袂晓背吼，李老师吼，足够讲背吼，对无吼？咱迄阵拢样背吼。唱圣诗，你会改变。上帝的神会临到你。圣诗是咱长老教会的宝贝，你用阿妹无？无你一工你住院你看卖，一首一首一直出来。等于祈祷。等你敬拜赞美，迄个平安对天降落。我这步真要紧哦，第三就是真侪人，我知影迄阵咱南门教会多谢我的哥哥甲大家讲，真侪人为我祈祷，有发 email 互我的牧师娘我得到真大的安慰真侪人给我帮衬我讲到叶医师蔡医师赖医师，我甲恁感谢恁来给我很大的安慰跟鼓励多谢恁第二个，我要讲的可能是我今仔要讲的重点我从细汉伫咧教会基督徒的一生你若要用五个字学习我相信后摆大牧师一定领洗礼时要洗礼以前一定讲当耶稣基督的宝血，你知影咱拢是罪人，耶稣基督的宝血要洗净你即仔你已经领洗礼我要问你请问即仔耶稣住伫倒位？伊一定会讲住伫我的心内，袂使讲住伫阮兜南门教会耶稣即仔住伫倒位？耶稣踮伫我的心内。第一个，我人生无管偌大困难法务讲说与主同死啦。无管你是过去安怎，你的社会地位、你的年龄，一
你爱学习甲主同时。今仔日主会者为咱所背圣经，我嘛真细汉，咱都爱安怎？爱伫本州毕业道入来受苦，安怎？死爱死啦！基督徒若无死，就无法度做基督徒啦。啊，毋过毋是干那死呢？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安怎？对死人中搁活，毋是干那死，死安尼无够，死你搁爱搁活起来。我实在安尼讲吼，为基督徒吼。死了无头路变僵尸，敢若有生命，结果是老我安尼规个业做伙，袂解决。与主同死，与主同活，过来与主同在。然后我来甲你提提吼，无管发生什么代志吼，你拢会晓 call 911哦，因为我用华语的圣经背吼119，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1书19节，有时候119啦。无管你厝里拄到什么大代志，无管你拄到什么人，互你痛苦的代志，你爱祈祷。耶稣基督的宝血，搁一遍洗清。咱每一个月领圣餐，就是互耶稣基督的宝血，搁一遍洗清咱一切误会。啊，洗遐误会以后安怎？爱有耶稣基督，搁活的生命伫咱的身躯。啊，每一遍你要做什么代志吼，你都要恳求耶稣基督甲你同在。无管你是做医生，无管你是做任何人，你是妈妈，你是查某囝，你是学生，主啊，今仔日这个困难我真歹解决，主啊，恳求主，你甲我你的神甲我同在。啊，别人上帝要让你同在。好，唱圣诗、读圣经、祈祷。一定要有主的同在，才去做啦。啊，真侪人无主的同在就去做吼，我懂吼，与主同在。什么与主同在？唱圣诗或者唱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以马内利，他名称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他名称为做人唱，以马内利。阿便你无气力的是唱看卖，互上帝神甲你伫地，甲你做阵同在，再去做。啊，毋是做，啊，毋是同在了，爱去甲完成，甲主的神同在，甲主同行。你知影吼，我随便做案子吼，我嘛拄着足大的困难。有时候有一挂人，我真的很不想见他，很讨厌的。有一挂困难的代志，我无法度做，我就祈祷。每工要出门以前，面色要好，我对你行来了。阮伫天年的爸啊，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遮，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赦免阮的人。我无入去，就过来歹，因为安怎？管理国度、管理阳光，拢是你所有。我祈祷了，我呢精神百倍，我就冲出去啊！试看卖咧，毋是干那与主同死、与主同活、与主同在、与主同行。毋过当这个代志完成，无管你面对什么款的事，你毋通想讲咱煎熬，咱的训练一切阳光归于上帝。这就是基督徒一生上要紧。逐工、逐礼拜、逐个月，一生爱做的，大家跟我做阵闭一下吼。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与主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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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主同。我看到礼拜六我要徛门口，我要抓着了。基督徒最重要的五同是什么？你若吼，别人讲过来听一遍。这不是咱每一天爱做，每一个月爱做，嘛是每一人爱做，嘛是咱一生爱做的有同。啊，好多讲到吼，无论伫台湾吼，伫南门教会啊兄弟姊妹吼啊，咱几位医生吼，搞我帮衬吼，我嘛毋知拢因拢知影吼，啊结果吼，因为教会有我祈祷吼，得到真大的安慰吼。啊，伫遮佫一遍感谢大家吼，啊真侪我毋捌的人吼，嘛去为我祈祷吼，
咱迄个咱的社会迄个马街的迄个社服几个人讲啊，当然我是顶摆恁爸爸的学生我为你祈祷。真侪人我根本都毋捌爱听到所以咱伫教会爱好好交朋友。你有阿们无？我教是无人插你，我甲你讲，迄拢是宝贝呢，迄拢是稳定的，迄拢是上帝疼痛，一再将做你的朋友呢。我这边上大的体会就是圣神稳定的安慰。第二个重点就是看到咱福音的要紧。第三就是咱爱 treasure， 咱爱珍惜咱即个有的一切。我想讲一个迄个圣神的安慰这幅图是我真喜欢一幅图有个人知影我的第一个牧师娘2007癌症5年以后过身。随从伊过身以后我得忧郁症。你毋捌得过忧郁症，你不知道忧郁症的厉害。你就是好像人都伫一个黑洞，透早起来乌天暗地，行尸走肉，毋知咧创啥。想到今仔日要去，足烦的。暗时倒会就醒起来，足烦恼的，好像掉在一个深坑里面，或者在一个森林里面摸索，没完没了。我嘛捌忧郁症，嘛有食药有看医生咧到底遐的时那个感觉又回来了，因为真痛苦嘛，嘛唔知会变安怎尤其前3天，讲其实我是不是 This is the end？ 我是踮遮我做对代志拢爱会烦恼我足烦的安尼有一天我伫遐的时，我真清楚迄毋是眠梦，有一个人来找我，暗时。这个人，我的爸爸，出现啦！毋是咧眠梦伊讲行入来，看到我讲，阿伦起来，未结束我总一直流目屎。为迄天以后，我就无去惊了。我suddenly就是一个 turning point 你伫上需要、上痛苦的时阵，啥人要出现？所以歹势，我直接讲咱做爸爸的人都较差不多咧，毋是啦留给孩子一个光明、正面、鼓励的形象，他在需要的时候出现很重要。我嘛讲，中我的哥哥有甲伊分享真正是一个真特别的时阵，真特别的时阵。毋过迄天，我感觉我就变一个人，我就做人。第二，我迄时阵的感觉是安怎呢？敢若关喺一个地下室这个地下室突然有一个人，一个开起来，用手电筒。你知影在黑暗里那个手电筒特别亮你搁知影有一条路会当行。忧郁症的人就是需要这个物件。无路通行，你爱互一条路通行。我嘛想到这个人叫做耶稣。你敢会记耶稣迄个譬如？一只羊失落伫旷野，耶稣放去99只羊，看到伊，迄只羊当看到耶稣这声我有救你知我意思无？人伫绝望的时，真需要有这款的圣经讲。耶稣绝对无放杀一只致命的羊，将伊扛起来摕转去。我真深，这个故事真细汉听，我也捌讲到，迄天特别强烈的感受啦。第二，生命的功课，什么叫做生命的功课？这只船有人可能捌看过，这叫做铁达尼号啦铁达尼号是1912年，迄个是人类近代史最大的一个船难1500人死伫大西洋。电影恁拢捌看过就是一只船当号称世界科技最新的船上有经验的船长，结果有很多疏忽电影就是没有看过的举手，大家都看过，不可以骗我
我每次哈《金毛吉瓦律》心情不好，我都看一次，里面有太多太好的故事。我是铁达尼迷哈，有很多故事，因为它就象征着整个人类的命运哈。世间哦，啊，你会记，迄只准备定落时吼，有大家定啊，大家拢走了了，啊，是迄电影我有去调查吼，因为迄阵啊是-5度，所以一般的人落去差不多5分钟、10分钟就死啊，伊毋是淹死的，伊是寒死的。啊，大家还记袂？迄个有迄个女主角做 Rose， 你会记袂？伊从爬去一个船板，迄是真正的故事，伊从倒伫遐，啊，迄个结果袂使，伊就落去啊，啊，怎沉落去安尼吼，啊，剩迄个 Rose 嘛吼，啊 Rose 嘛到尾嘛。啊，结果伊拄着边仔有一个人吼，会记袂？伊当受过，啊，迄个人吼有一个哨子，吼，啊，当迄个哨子摕咧，啊，结果迄个船一只来，啊，船驶过来，坐在船上最前面有一个人怎么样？拢安安静静，很平静的，有一个人怎么样 ？Anybody there？ 啊，迄个 Rose 吼，伊当咧。你还记得吗？黑人啊，要一个，很感人的一页哈。大家拢走了了，不过迄个人不放弃，你知影无？千外人拢死啊，他不放弃，你等一下。那你这边今仔日咱的教会，事实上是救生艇，不是铁达尼号。你知影我的意思不？咱若教会久啊吼，咱拢想讲咱咧坐 cruise， 你知影无？哦啊，牧师讲道好无？圣歌队好无？啊，中昼有好无？啊，礼拜有准时结束无？吼啊，便当会使无？啊有人关心我无？那是 cruise 啊！教会应该是每一个人目睭金死死。Anybody there？为什么 ？Why？ 救起来是另外一个世界呢？你知这意思不？今仔日坐伫遮的人，咱拢坐伫，我们都是坐在救生艇上，我们不是坐铁达尼号诶。啊，咱教会久啊，咱已经咱们教会今年第几年？咱拢想讲咱是铁达尼号呢。结果离开的时，咱的马街边有北道，我超工咱们翕一个。上帝是咱道险的所在，是咱溃力伫患难中及时的帮衬。我真欣赏咱马街边放一北道，这北道就是教会的预表，啊，就讲咱教会任务，那做大船将遐一对一对好把西墙拢总叫来，因为上帝竞选因要互因新的生命。你知影我的意思无？这不是我发明的，这是真的信家。咱是救生艇，咱是哪座大船？咱的任务是爱救遐个互竞选的人。安尼大家有阿们无？你若失去这个目标，教会很容易社会化，很容易娱乐化，很容易批评化。啊，你若大家目睭拢金金互咧看人，迄教会不共款的。第三，珍惜一切哈，这个是哈啊，迄天我第一遍哈，甲我的囡仔吼，阮拢真听阮的囡仔吼，第一遍甲因吼啊离开52天，哇，迄天转去吼，啊我坐轮椅，哇，因看到我足欢喜啊 ，Welcome home 吼，啊，因两个就徛起来，请你们两位站立起来一下，那个 Isabella and Isaac，can you stand up for minutes？ Isaac, please stand up。甲拍扑克一个哈，好，请坐。哦啊，我看到因吼摕迄个 Welcome home 吼。真的就哭出来了，啊！要翕一张相，啊，阮迄个艾斯讲，一直甲阮亲，死去活来啊！感受到家庭的甜美、跟支持、跟帮助，经过苦难，经过学习，行人生另外一条道路。上下尾我讲三个面，第一个，我一定还咧因讲啊，这个世间真侪苦难。真侪人优秀，真侪人当当，有的人面已经变黄色的。迄款惊吓的时阵，只有耶稣基督的恩典会当帮助你。只有咱的信，
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要来帮助你，将咱的信仰，将咱的信，或者惊吓无愿望痛苦的人。第二，咱做老爸的人，咱做一家之主的妈妈。阮爸爸已经过身，爸爸过身几年啊？14年啊！伊会转来呢。后摆恁囝、恁孙仔想到你是想到什么面？歹势啊！父亲慈祥的脸，一看马上落泪。第三，看到阮安那打来就像我透动实在真歹势我这世人拢真勇伊伫倒伫我边我毋知影迄落伊拢爱甲我整理屁屁噗噗呢。你毋捌迄落感觉你去带 ICU 带2礼拜看卖，拢爱甲我护咧我拢无法度行咯安尼所以我那真感谢伊，我那很珍惜他。恁中间有啥物人有100只羊死落1只？你减袂放遐99只伫山内，特别去找迄只失落的，一直到得到伊嘛。咱伫南门教会的人，敢有即款的心志？咱伫团契、青少年团契、圣歌队的人，咱敢有迄款心志？迄个足久无来，敲电话甲招一个啦，伊足艰苦的，咱来找伊一个啦。今仔日我牧师讲道叫伊来听一个啦，安尼会使袂？可能你就救到伊安尼。在座的兄弟姊妹，你有这个职务呢？你毋是家己好就好呢？耶稣做上好的模范，互咱看。这张第3章病危通知书，我真啊拢炸掉咧。你可能毋捌看过，人互你看一下。科别心脏科诊断肺炎、心脏衰竭、败血，被通知由预览。我若骄傲，我若袂记家己要创啥，我一张我就了看一下，因为我摕3张啦。意思是可能4、3遍的意思毋茫咱每一个人，拢真做安慰者、照亮者、点灯者、鼓励者、扶持者。主得叫咱做真光的灯，亲像一支一火面是照光灯。这世间是黑暗，做人着答，咱着照因光，一人一角。你们都不会唱，对不对？不及格，我告诉你。你唔知影，你的角色伫这个世间，唔是干那等遐做礼拜、欢喜主餐、夏令会。我们要成为拯救者、安慰者、点灯者、照亮者、扶持者、安慰者。今仔日我所讲的，你若会记迄5个铜跟1个灯，你就下课了。没有听懂的，我要再讲一次给你听啊。时间无够，我就无讲了想要送一幅图，基督徒下拄一开始我有念一个圣经章，若有人伫基督内底，伊就是新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总变做新的。各万项事拢是出自上帝，伊对基督，互咱加以复合、shalom、peace， 佮将这个困难甲上帝复合的职分赏赐互咱。伫你的工作，伫你的专业，伫你的社会角色，伫你的家庭，你要真做一个 shalom peacemaker。第一个，家己甲上帝好好，得到平安；第二，家己甲家己好好；第三，甲你身躯边的人好好；第四，甲你的团契、教会、小组好好。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生。当咱领受这个恩典，咱的见证，佮将这个恩典传予所有知影的人，你身躯边的人。
我真介意这幅图 ，Shalom Peace， 种 well-being， 迄个无好的关系吼，爱用好啦。简单讲是安尼。啊，你若用无好会安怎？会怎样？我第一段我有讲到，我咧迄阵仔是吼有定定做面盲，奇怪吼，人咧痛苦拢面盲着遐顶摆对你较歹的人。我安怎？我安怎？为伊祈祷嘛，我为我祈祷。耶稣基督赦免我一切误会。我甲猫咪人迄个关系无好，耶稣基督保护洗清我，洗清伊恳求主赦免。因为我要甲与主同同时，就是你领圣餐爱做的代志啦。该安怎？与主同活。当你与主同时同活，才有可能与主什么同在。当有主的同在，你才有能力与主同。当你与主同行，完成任务，你要把一切荣耀归给主，叫做与主同。这是咱基督徒的一生，也是咱基督徒一生上爱做的任务。我讲这个，我这个病危通知书的后边，我写一几字：我的身躯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也带着耶稣的活。我也要安尼显明耶稣的恩典在我的身躯。我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望这是我人生最后一个阶段，我每一遍拄着困难，那个有个同的结论。然后人伫基督内底，伊就成做一个新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拢变做新的。我奉主的名讲，今仔日上帝恩典，搁一遍对咱讲话。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大家有一段时间安静伫主的面前，你为你祈祷。今仔日我所讲的，敢有啥物倒一点，倒一个代志，互你一寡感动？你也愿意讲主啊？今仔日我牧师遮尔无简单来到阮的中间。帮助我，甲你同死，甲你同活，甲你同在。有这款的人无？你免看别人请你举手，我要特别为你祈祷。感谢主。敢有人讲今仔日这个上帝话语对我讲话？上帝神伫这个所在。上帝的任务，搁一遍宣布，我搁一遍认我家己，我转去要甲社会改，我甲某咪人，我要好好，我要珍惜我所有的一切，我的身体，我的心情，我的家庭，我的工作，我有气力，搁一遍认捌你，决心转来南门教会。这只救生艇，继续行咱头前爱道路。过去阮做了无够，也恳求主赦免。今仔日是一个新的开始。多谢主，阿罗主，我来祈祷感恩，奉主耶稣名来求，阿门。真感谢欧牧师，伊用伊家己的见证来甲咱分享，透过这个，互咱搁进一步来认捌上帝，要爱咱知影伊的道理。咱这是三角来吟诗，圣诗581首，救主耶稣万福本源，请起立。救主耶稣万福本源，困求大路听称赞，主是恩惠未捌停止，大声吟诗来学赞美。
这什么了拢无实体，河海下淹滔天天，上帝听他。请准备咱今早起的奉献，咱请陈怡如甲梁家宏主事来甲咱施献。奉献的感谢，请起立。我的天堂叫做赞，也里也过一世间，我日子献家己。这是我来报告。第一点，真欢迎大家今仔日来参加礼拜。咱今仔日的讲道者就是咱本堂出身咱拢捌。伊现今是伫美国大福基督教会的总会担任总干事的职务。愿主祝福伊所服侍的圣工。咱是毋是有哪趁这个机会？因为拄则伊有请伊的牧师娘，甲伊两个，一个千金，一个公主，有请起来。咱即马正式，咱请因阁起来一摆，好无？全家福，好来，那个恩赐先站起来。感谢，因规家伙啊做伙回来，这是一个真难得啦吼。咱也真望咱等下礼拜了，会当甲因做进一步的交易。那也真欢迎大家礼拜了会当留落来互相请安，啊，搁伫地下室，咱做伙伫遐享用爱餐。第二点。搁一摆来拜托咱各位兄弟，就是请伫礼拜了后的时，司琴的电乐结束了后，咱当来离开，或者是当开始来请安，这当拜托各位。第三点就是第二季4月甲6月，这个时间预定表，请各团契伫拜二3月24进前来交互咱办公室，因为咱要
要安排第二季所有的这个侍奉的圣工。第4点就是社选组有预定要伫5月初9，迄日是拜六上午9点半到11点50，伫咱本会举行社区亲戚的这个讲座。咱邀请到伫台湾师范大学咧教册，伊目前是台北佳音广播电台节目的制作兼主持人，也是咱国语日报专栏的作家刘英香博士要来主讲。伊的题目是新世代的教育关键的基卡，这个真欢迎咱对这个亲子教育有兴趣的，邀请这朋友做伙来。当然，有的人咱的兄弟讲啊，我都拢做阿公做阿祖啊，这亲子有有啥物关系？咱有囝有孙啊，有干仔孙啊，所以这个望咱这的这个会友，因为这款的教育是一世人的教育，真望咱家己本身会当来参与。啊，这个相关的报名的资料，伫咱1楼的公报栏遐有，请咱会当伫遐看。或者是咱伫咱的柜台有这个相关的宣传的资料。啊，请咱各位若要报名的是会当用手机啊，伫迄个 QR code 内底来报名。第5点就是4月到6月的新眼光已经有送来，所以若咱有望要读的兄弟，请伫柜台来家己来甲索取。第6点就是咱全教会乒乓比赛，伫4月12下晡1:30要举行。若有要比赛的，请向咱赖明阮长老甲思涵干事来报名。来，具体交通就是咱欧兰长老，较早嘛伫咱教会，啊，伊的囝孙拢四散伫美国。伊过往啊，伫预定伫即礼拜3月24上午9点，伫台北怀爱馆。这台北怀爱馆就是较早的宜宾啊，即马改名改做怀爱馆吼，就是伫宜宾。景阳楼1楼至真厅的第2厅要举行对述礼拜，请上帝会当来安慰因的遗族啊，恳求咱兄弟姊妹会当继续甲因关心，甲因带导。教界消息，淡水国语礼拜堂下晡3点半要举行这个肖崇英牧师伊的退休感恩礼拜。另外带导的事项，因为写真济啦吼，即咱请咱家己来看。另外就是咱的顶礼拜的奉献，有伫咱的这个第8面周报第8面，啊，咱后礼拜的事奉，咱的兄弟，啊，甲咱的中级又永远是第8面，请咱各位来过目。假使若有登台的，请咱的伫我的长老，也是向咱的干事来回应。另外，咱今仔日有对多伦多来的会友，是毋是请欧牧师来甲咱做介绍好无？请 Annie 跟你的家人哈，啊，这里是我伫多伦多的会友哈，啊，特别招来今仔日来哈，谢谢。好，真欢迎。啊，咱毋知牧师有要补充报告无？无。好，啊，咱来吟上映的诗396首，请咱吟全首。心中上快乐，爱家家人真爱合作，欢喜款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对主脚步，天归公要主作乐，别个光明为主行，做我心之美。
真济，咱请牧师甲咱祝祷。做阵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迄个奇妙无比的恩典，天父上帝深搁阔，永远无改变的疼痛。圣神保惠师今仔日特别的安慰、鼓励夫妻甲因娶，特别甲在座每一位同在，对答到永永远远。阿免。